歡迎收聽福音清談節目《號角聲》。歡迎收聽《號角聲》。《號角月報》7月號嘅主題係逆境堅持。喺我哋嘅人生裏面，難免會遇到困難，面對逆境，但係我哋可以選擇點樣去面對。梁林天惠博士會同我哋分享佢面對逆境嘅經驗。我後生嘅時候咧，曾經諗過，只有軟弱嘅人咧，先正需要宗教。咁宗教咧就成為佢哋嘅拐杖，行下趌下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啲我都唔需要㗎。年輕嘅時候，但好快咧，我就經歷到咧，其實人生嘅世情咧真係兇險啊！人性咧有好多黑暗嘅一面，人面咧係會變得好快嘅，視乎你同佢嘅關係啦，亦都視乎佢坐咩位啦。如果佢一旦上咗高位咧，個樣可能轉晒嘅。咁所以人生嘅遭遇咧，唔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咧，係好難避免嘅。但係好奇妙嘅咧，就係人嘅潛能往往咧，就喺挑戰同埋困境當中咧展現或者係培養嘅喎。我哋每一位都可能曾經見過咧，啲嬰兒或者幼童喺度探索佢周圍嘅環境，就會不斷咁挑戰自己嘅極限喎。佢哋咧覺得咁樣係一種尋求刺激同埋挑戰嘅。雖然咧跌跌撞撞趌翻起身，但係咧每日都見到佢進步同埋有健康嘅成長。我曾經咧喺初中嘅階段咧，隨住屋企人咧係移居加拿大嘅，但係後尾咧爸爸咧係好難適應嗰度新環境啦，於是好快就過咗身。而媽咪咧係適應嗰個環境，又要獨力咁支撐住去撫養3個仔女咧，數年後咧亦都因病離世喎。嗰陣時咧我哋啱啱信咗主，我就覺得挑戰太大啦。當我同弟妹去拼命憑住丁點兒啱啱信耶穌嘅信心，日日仰望主嘅供應，我哋都係咁樣過日子嘅。每一日咧都好奇妙咁經歷到佢嘅供應，更加接受到好多咧弟兄姊妹啦、教會嘅人士咧嘅愛心同埋代禱喎。咁明白到一樣嘢，原來天父恩典咧真係夠用嘅喎。今日我出翻嚟，即係以前到過嘅地方啦，又接觸一啲咧好多呢一排咧，即係新移民潮又會出現嘅嗰啲人嘅掙扎咧，同埋睇到佢哋咧，亦都真係睇到人嘅極限啦。有部分咧係加入教會，咁佢哋嘅古仔咧都好動人嘅，但係都識得某啲人咧，佢因為賭博啊、爭權奪利啊、人際糾紛啊、怨天尤人啦，甚至放棄信仰嘅。咁因為唔受到誘惑，而行翻轉頭去翻世界嘅舊路。我明白到咧，主往往喺困境當中咧，為我哋開出路嘅，亦都會趁機會提升我哋對佢嘅信靠。不過主仍然都尊重每一個人嘅自決能力同埋選擇，去為自己籌算，定話將主權交俾主呢，呢個係完全係視乎嗰個人自己嘅決定嘅。回想過往啦，原來我家人嘅經歷咧，只不過係千千萬萬移民嘅古仔當中嘅一個，比我遇上更大困難嘅家庭咧大有人在。換個角度去睇咧，當時我覺得寸步維艱嘅情況，讓我從小咧就理解到人間嘅疾苦。後來有機會咧從事精神復康同埋服務單親家庭等等嘅事工，而每一件事咧去求問主嘅習慣就係從小培養出嚟嘅啦。因為嗰陣時冇路行啦，但係呢一種習慣咧係教我能夠與其他人一齊去祈禱，同埋經歷更大嘅挑戰。好似啲咩挑戰呢？就好似嗰陣時成日都面對一啲病人一再病發啦，每一次佢哋病發個病就會重啲啦，亦都可能會有一啲輔導嘅案主咧有自殺嘅跡象啦。我哋都曾經經歷過咧有啲邪靈干擾某一啲嘅服務對象啦，有時都經歷到咧好嘔心瀝血嘅同事嘅糾紛，同埋突然之間離職啦。亦都有啲情況咧，即係資源好不足，咁要緊急咁樣咧去申請某啲資源等等。好似呢啲嘅過去嘅事咧，有啲事情最後咧嘅結果都唔係我想睇到嘅。但係雖然係有難處，但係天父咧每一次都係俾足夠恩典，令我哋能夠度過。我記得咧後生嘅時候曾經唱一首歌咧，佢咁講嘅，佢話你若唔壓橄欖成渣，佢就唔能夠成油。
如果你唔煉拿達成膏真拿達香膏啦，佢就唔能夠流出香氣。如果你唔將葡萄入個榨果嗰個機咧，佢就唔可以成為酒喎。主，我呢個人係咪都要受你所許可嘅創傷呢？原來每次嘅打擊咧，對我嚟講都係真嘅利益喎。如果你收去一啲嘢咧，你會用自己嚟代替嘅。呢隻歌好感人啦。我覺得除咗奮力要面對挑戰嘅時候咧，人亦都需要一個平靜嘅地方，等佢哋感覺到安全休息嘅避風港喎。咁咧，我又諗到另外一段經文咧，喺申命記32章嘅。佢話耶和華喺曠野嘅地方，喺空曠野獸哮叫嘅荒地遇見佢，就環繞佢，看顧佢，保護佢，如同保護眼中嘅瞳人。鷹咧點樣去攪動佢嘅巢窩，令到雛鷹喺上面飛翔，展開雙翅接住雛鷹，背喺兩翼之上。耶和華亦都照樣咁樣引導佢。喺冇外邦神明與嗰隻鷹咧同在，耶和華令到我哋咧係馳騁，即係走得好快喺高嘅地方，令到我哋咧能夠食田間嘅出產。耶和華亦都使到咧岩石咧係有物佢可以攞，同埋喺堅石當中咧亦都吸油。以上呢段經文咧係真係聖經記載嘅噃，亦都講述咗上帝喺舊約嘅時間點樣栽培佢嘅子民，就好似一隻鷹咧搖晃自己嘅竇或者巢穴，但係令到雛鷹咧掙扎學飛，但係會接住佢嘅。上帝亦都不斷咁樣咧為呢啲嘅子民咧提供寶貴嘅保護同埋豐富嘅物質供應，令到佢哋漸漸學習咧耕作啦、畜牧啦、去照顧家人啦等等。當子民學到自食其力同埋與鄰舍相處、建立社群嘅同時咧，上帝亦都為佢哋訂立咗婚姻啦、家庭制度啦，同埋喺生活好艱苦當中咧，成為即係呢啲家庭制度同埋婚姻咧，成為佢哋嘅支持，更加為佢哋咧建立咗社群啦，使佢哋學習喺工作上面彼此支持、和睦共處嘅法則。佢嘅僅有要求，天父僅有要求咧，就係希望啲子民能夠記住呢一個創造佢哋、不斷帶領同埋養育佢哋經過困難嘅主，而唔係轉去拜其他嘅神，或者歸功於自己嘅力量，以致漸漸遠離同埋背叛主。問題係咧，喺經歷挑戰之後咧，我哋可能會將功勞咧歸俾自己，而唔係真誠咁感謝上帝嘅供應、支持同埋保護。申命記有另外一段咧係咁樣記載嘅：免得你哋食得飽足，建造上好嘅房屋住喺當中，你嘅牛羊增多，你嘅金錢亦都增多，你擁有你一切都增多。於是你嘅心咧高傲，忘記咗耶和華你嘅上帝，他曾經將你咧從埃及為奴之家咧領出來。你心裏頭自己對自己講：這財富係我嘅力量，我手嘅能力所得着嘅。你要記起耶和華你嘅上帝，因為得財富嘅能力係佢俾你嘅，為嘅係堅守佢向你列祖所立嘅誓同埋嗰個約，好似今日一樣。申命記第8章。至於信上帝係咪一種弱點？翻去我哋最初個問題，信仰係咪淨係基於弱者要捉住一支拐杖呢？時到今日咧，我樂意承認自己的確係好軟弱，同埋要接受自己有好多局限。但係到今日，亦都有好多研究話俾我聽咧，信仰對人嘅身心健康有好多好處。有大腦嘅研究更加指出，有活潑嘅信仰可能甚至會幫助個腦嘅線路更加健康，人生更加樂觀等。朋友們，你哋係咪面對住人生嘅重要挑戰呢？請放下執着，親自嚟嘗嘗主恩嘅滋味，認識一下呢一位信實同埋慈愛兼備嘅上帝，睇下佢點樣為你預備。